台北市甲新北市联名做伙来申办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，结果来拍败着法国的巴黎甲澳洲的博斯，争取到主办权，将透过视讯完成签约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台湾、瑞士、西班牙三地用网络连线签约。台北市长郭文铁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伫咧平板签名，新北会就会举办2025年的世界壮年运动会。虽讲侯市长险啊，互平板落来，不过嘛是顺利完成签约。总统蔡英文嘛透过影片恭喜，讲会投资中央的资源。台湾会全力以赴，以举办史上最成功的世壮运为目标。2025年世壮运是连续2017年世大运了后，台湾会去主办的国际大型运动比赛，规模会更加大。110个国家来到台湾走走，也是一个最好的台湾外交。郭文铁讲，台北市迈进出另外一项赛事，争取2026世界同志运动会在台北举办。郭文铁和侯友宜两个人同台，希望2025年世壮运会当和两个人因手提这个同款，会当有一个好彩头。